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位於江西九江廬山腳下嘅東林大佛。呢度可以話得係全中國最靚、最有良心嘅寺廟之一。成個景區呢，耗資超過咗10個億，就係單單呢一尊大佛啦，佢個金身就用咗48公斤嘅黃金，而且更加係世界上最高嘅阿彌陀佛像，比起美國嘅自由女神像要高出2米。更難得嘅係咁震撼嘅景區竟然唔收門票，連齋飯、茶水、香火通通都免費，甚至連住宿都唔使錢啊！真係好難得啦！呢度冇索道，亦都冇劃綱，寓意住人生之路要一步一個腳印，踏踏實實，唔可以一步登天。終於到達山頂啦！回望嘅時候啊，淨係見到平台，見唔到樓梯級，就好似人生嚟嘅路上每一步都非常之艱難，但係登上高峰再回頭看嘅時候，一切都變成咗坦途，所有嘅付出都係值得嘅。耶！